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21节到28节，箴言22章第1节到21节，罗马书第3章第9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：什么人较强？阮兜第一梯的囡仔是双生仔查甫的。因对出世一直到出国的进程，因两个生做真共啦吼。阮着时常拄着一寡熟悉还是讲无熟悉的人，看到因总是安尼问啦吼。哦，遮尔像哦，是共两个哦。嘛有其他足侪问题，亲像讲倒一个较白啦吼，即个吼较古锥啦吼，迄个吼较聪明啦吼，看起来较聪明安尼啦吼，迄讲即个话的意思吼，好若亲像另外一个就是较无聪明啦，较无做古锥啦，较乌啦吼。人足时常爱用比较啦吼，我比你较悬，我成绩比你较好，我的表现比别人更较好吼，我的 IQ 比人较悬，我的学历比人加足好吼，甚至我考某咪大学吼，入学考的次数比人较济安尼吼，到底要比啥啦吼？拜六永暗甲教会青年分享的时阵，讲到学校啦吼，当然囡仔有人讲读倒一个大学，倒一个大学台大的啦吼，我着甲因均算者讲，人我嘛是台大的呢吼，因着是安尼目睭光恁恁咧看我安尼吼，我讲我着台湾长大的吼，无说想要甲因讲，无论读倒一个大学拢无要紧。只要咱尽心尽力来学习，那拢会当有真好的人生的表现。重点是后壁的人生啦吼，因为学历也是讲，你去强调学历，无法度比较，也是讲无法度帮助咱的人生会当一定会得胜的迄种把握啦吼。咱看到箴言22章的经文，也安尼来提醒咱啦吼。讲名声比富贵吼，比财富搁较宝贵；名望吼比金银吼搁较通心酸啦吼。爽享的人甲有钱的人做伙相处，两个人拢是上主所创造的。真灵巧的人看到知影赶紧闪开，无知的人却安尼戆戆着去安尼甲撞一哩吼。咱咧讲敬畏上帝的人，存心谦卑的成果就是富足、阳光甲长岁寿啦吼。当然接线搁有济的教师，咱会当安尼斟酌搁较读较完吼，来做好较济的反省吼，来思考咱的人生啦吼。其实犹太人都有即种真严重的比较的心态，因就爱甲人比落去的，吼，因就爱讲一句话啦，人我是选民呢，无讲的迄句话就是讲，你毋是选民，无你算啥物货安尼吼。所以称遐个非选民叫做外邦人。更较明白的来讲，就是讲因想要表达的犹太人感觉讲伊家己真优秀。因为上帝竞选因的祖先，互因成做选民。即种的态度，敢真正是圣经的教导的原则吗？保罗甲罗马教会基督徒所写的这个批语安尼讲，那安尼咱犹太人比外邦人有较强吗？伊讲无有即种代志啦吼。伊讲我已经指出，犹太人甲外邦人共款处伫即个罪恶的权势内底。好若亲像圣经所讲的，
无义人，连一个都无啦吼。无智慧的人，也无追求上帝的人。好那亲像搁咧讲人人拢背离上帝，一个行入即个歪错的路，无行好的人连一个都无。因的那后亲像拍开的坟墓，因的嘴总是拢讲一寡诡诈的话。蛇一般的毒气，互因的喙唇对因的喙唇来发出，因满喙恶毒甲落媚，因的骹奔走若飞，死过去伤害残杀，所到的所在留落迫害悲惨的痕迹，因毋知影有平安的路。因也袂晓得敬畏上帝。咱知影法律的命令是咧法律下骹的人讲的，为着是要互全世界的人拢拍伫上帝的审判的下面，互人袂话搁再有啥物借口，因为无人会通靠着遵守法律来得到上帝面头前来宣布罪义。法律的功效只不过是互人知家己有罪，领定。保罗真清楚就安尼讲着，那安尼犹太人比外邦人较强吗？伊讲无有即种代志。犹太人感觉讲守律法伊就会得救，但是保罗无安尼认为。因为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拢是上宝贵的，无需要比较。也好那亲像箴言的经文安尼讲的，每一个性命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每一个人拢是上特别的，而且上帝无偏待人，这是圣经真明确甲咱讲的话。我毋知影咱是毋是有即种的经验啦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咱摕出厝呢，咱的收藏，也是讲咱感觉真好的物来甲人分享。好那亲像牧师真喜欢一寡手做的物件，我嘛喜意画图，嘛喜意甲人分享。但是基本上，其实牧师敢若想要分享，无有其他任何的想法。但是却时常拄着一寡人会安尼回应，迄也无啥，你是要比哦，我做得比较较好吼。有个人就真正是安尼，就甲你呛啊，若要比吼，我也嘛袂比你较差啦吼。其实这是无需要的啦吼。如果上帝爱咱的生活来得到祝福，毋是叫咱摕来甲人相比。是要爱咱用服侍，因为咱有所以去服侍遐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是毋是？咱咧讲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吼，若要比吼，人比人会气死人，一山搁比一山较悬嘛，咱的人生是一个比较人生吗？还是咱的人生是一个领受、感恩？以及服侍人，用安尼来回应上帝祝福的人生呢？想看卖啊，怎样的人生会通互咱较充满喜乐？是比较呢，还是满足？圣经已经甲咱讲，互人会比同体更较有福气。但是无甲咱讲的是讲。比赢吼，你就一定绝对会得到福气，无啦吼。所以我想基督徒的生命标准已经真清楚啊。